俗语讲了好。哎呦，歹势，借问一下，恁等偌久啊？阮伫遮等要2年咯。哎呦，我他妈黑白讲啦，阮等到2点钟啊。好安尼哦。哎，歹势啦，人客啊，你搁稍等一下，咱的造型大师吼，连伊就到啊啦。好啦，稍等。无紧啦。歹势，我甲恁讲哦，这间店足厉害的呢，尤其迄个吼碰设计师真牛，有影无？真的。哎，不过听讲伊那像得过奖呢。哎呦，真的哦。真的啊。无紧啊，等者无紧啊。啊好啦，等一下啦。对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咱掌声欢迎风动武林惊动万叫，人看人学乐，鬼看鬼跋倒的 Mr. Paul。耶！欢迎来，就是咱的造型大师啊！够期待，呢。咱等下你故中算来。哎呀，对。大家好啦哈，嗨，我是这个大鼻孔你捌听的首饰的这个造型师，你好。恁大家使叫我阿鹏啊，阿胖啊，你好。真歹势吼，啊，就客数济吼，恁等遮久啦。袂啦，那甲我整甲水水啊，用甲水水安尼，真好。要紧。哦，阮这个碰造型师吼，是手艺足厉害，你知无？哎呦，哎呦，伫伊的骹手吼，伊的作品做出来头模型吼，逐项拢是艺术品啊！哦，无毋对，而且吼，伊的手艺吼备受肯定，伊阁有入围迄全世界前100个设计师哦。哇，你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呢。来记。那呢哦，伊阁捌得过咱全台湾的10大杰出青年呐。10大杰出青年。哎，我这个型的应该是10大杰出老年，较差不多。喂，尊重的。这位人客，哎，我嘛是捌少年过，啊，慢慢安尼。来，第一个人客来，来，来，请坐，来啊，这位人客，你今仔日想要安怎甲你示例者？碰设计师啊，我是后礼拜吼要去参加人的结婚的啦。对。看要安怎处理，看会较水无安尼。是，若要参加结婚的，我是感觉安尼啦吼。这边吼，小可吐较悬小可，吼，啊，咱这边甲白衫迄个边啊，白衫抓落来，白衫边啊。啊，规个甲你要做安尼5彩10色，唔是啦，都 OK 我大叔唔是我，是伊啦。哎呦，是伊啦。是恁啥？诶，阮安娜达。哦，你好了。恁阿妈咋嘿啦，你叫你甲处理啦。我想讲你来阮遮，搁请一个师傅来咧哈。哦，你哎，无啦，迄阮安娜达啦。对啦嘿啦。请我位，请我。来，来，我来。要变水水啊！请问啊，你有想讲你会要安怎处理你这个？我是有一个想，你别讲话啦哈，我是有一个想法啦，因为我感觉伊的面吼有一段大片，我想要伊头前有一寡空气刘海，哇，你看出缘投的，空气刘海啊，这两当迄空气刘海啦，对啊真正最流行，对啊看起来较细。我就想要互伊行迄种韩国迄种的啦，迄个型，欧巴啦，啊欧巴啦迄个型，欧巴，红色的书真麻烦啦，巴，小姐，你是正经的吗？真的啊来，我问看嘛。奇怪啊，你都无法笑啊，哪会讲这种话啦？虽然讲我本人就是设计专家啦吼，但是你安尼讲实在是一搞我足为难的。哈，那会为难，敢讲连你这什么入围全球的这设计师，你都做得到？歹势吼，恁即马是咧讨论我嘛？恁该使考虑我的感受啊！阿弥陀佛。我唔是师傅啦。啊，这位师，啊不，这位是，阮来瞧就好啦。哈哈哈。红哥，洪大叔，你叫碰的。放狗吗？洪大叔。哦，你做纯困，你做纯困的。我要爱你，讲真正无都互我，对啊，一个空气刘海尔。对啊。这位同客，你想要伫
我当然希望会当互你。啊，你哪唔答应我啊？不是，我看恁安那搭坐伫遐，我真正无法度答应你嘛。啊，是安怎？我愈听愈感觉奇怪咧。这位师傅，哦，你懂。我唔是师傅。我知啦，不是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我虽然是个设计师，但是我无法度互你这个什么空气刘海，哦，我敢若有法度互你空气那尔啦，哦，你若要去刘海，你应该去找迄个拍迄个讲球迄个张泰山有无？哈？啊，哎，说行，咱走，行，好啦这什么设计师啊？伤蛤蟆啦。哎呀，无你出脑袂使。人客要求，咱来尽量满足人客需求。好，来后周咱去来做一我跟你讲啦，讲设计师伊无缘啦，无缘。我你等遮久，就歹势啊！别啦，哦，可以诶。啊，你有需要我哪甲你施力无？你讲我紧。好，因为吼我嘛是第头章啊。是啊。我是讲吼，要讲这个吼，即摆上穿的啦，叫做桂雪夫。我想要甲伊安尼共款水，安尼讲。哦，真简单嘛吼，这就红的呢，郭雪芙嘛，郭雪芙嘛，嘿啦，这个我女朋友啊，我梦中的女朋友啊，我女神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水所以我就想讲吼，啊我这个人嘛安尼水水啊，甲伊差不多，啊不过吼，佮经过咱设计师吼，安尼甲我西装打扮。你讲你甲伊差不多？系啊。啊，今日小我到遮为止。喂，设计师，唔好滚真笑啦。你会使佮讲一遍，佮讲。我是讲，我甲伊共款，生甲水当当，所以吼，你要甲我西装打扮起来，应该是真简单。鸡丝头啊，甲我穿啊，我穿一个我鸡丝头啊，两支做伙啦。你这简单啦。哎呀，就真欢喜。你莫叮当吼。啊。我即摆这个呢，下腿下为你下海入面，下海入面了开，规个搅开。嘿。吼，啊，即摆另外这支再个为你伊个头壳遐入面，规支入面再个拍开。你只换一个头，唔才有法度换这人客啊！你若讲要重甲伊共款的头模型，我就有法度。你要重甲伊共款的面，你嘛拜托，你较困难呐。哎，小等下，你是讲你是一个大设计师，你无法度。你是讲要换头换面的代志啊？我咧就有一寡代志，我嘛是无能为力嘛。你讲你要甲我吐起你，我甲我吐落。你意思就是叫我去金瓶？对，你要伫这款面，你应该去找迄个什么，看你是要韩国啊，要去倒位啊，飞去西亚个过。你来我这我哪有法度啦？你，气死哦！哼，我走啊啦！小姐，你想，小姐，我再来啊！你想喊嘛？敢若安尼有法度，我都家己用啊，准变贵妇型就好啊。嘛是。有较咸啦，这有较咸啦。你看觉你，无啦，我讲头毛讲甲贵妇型你想要变相哦？无啦，我家己就好，我足水的。好啦，今仔拄个人个拢怪怪，对啊，后迄个无头毛，要来冲头刘海的，后迄面要改做迄，贵妇的哦。咱两个真正是哦，无话讲家乐。诶，第二句叫做无米煮无饭。转来啦，哎，对哦，差不多咧。都有两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无话讲家乐，第二句叫做无米煮无饭。无米煮无饭。有淡薄仔迄个华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吼。来赞成第一句无话讲家乐，请举手。讲到遮明啊，你手嘛是举起来吼。哎呦，拢无人举，我试看卖嘛。你嘛加凊彩。你敢知无话讲家乐意思？敢若是就讲无话就黑白讲，还是就差不多了。讲无话就黑白字艺术。对啦。我想讲伊就无毛啊，搁要讲一寡有诶无诶，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你的这句好。对啦。所以其他所有的学员要的是叫做无米煮无饭。
你的意思是恁兜做便当啊？我感觉你无迄个本质啦，你要去变出迄个物件。哟，对啦，我的感觉应该嘛是安尼啦。袂好啊！写了真明了。哎，无一定讲你一个对，无一定对嘛，无一定对哦。吧？老师请解答来。是安怎会无米煮无饭？啊，你挑新妇无米就真正煮无饭啊！所以做些代志你一定要有迄材料。所以有时你本身已经安尼，佮要要求设计师，设计师是家己负责造型，毋是整形。对啊，所以有时真正舞无落来。啊，另外一句是讲吼，无话讲家乐，啊讲规波讲袂落去啊，讲袂投机啊，结果你佫硬要铁，啊毋讲迄家乐是伊只底米的物件吼。啊，或是讲吼无米讲家乐，反正就是无话。要找话来讲，啊是你爱讲，人根本就无爱插伊啊！啊，甚至嘛，佫一句讲吼，内山亲家吼，无话讲双碧雷，双碧雷就是咧爽水爽过啦。就无话通个讲啊，牵大使，哇，牵大出去，又无想要结束安尼啦。所以若讲照头看起来，你又无迄种本钱，啊要叫碰个安那用，根本就用无落来，所以应该是无米煮无饭。无差啦吼，你是为着节目效果嘛？无啦，我是真正要经济啦。你是昔日班长，牺牲自负心，小我完成大我，你的精神值得我尊敬。我来拍拍过来。